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1回，時間180年9月22日，地點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地獄。由阿達進入啞鈴洲到今日，已經係第11日。喺佢帶領之下，我哋出發前往百草園千獸島對付個獨角獸。我跌落山崖之後，同佢喺生死中途島重聚，仲揾到舅父嘅筆記，知道舅父出海之後嘅經歷。可惜偉仔服用咗舅父嘅新靈魂之水，中毒過身，而我就要同佢陰陽相隔。後來我阿達同第二任村長，亦都係首位盜靈者黑烏鴉盧天，去到天堂繼續揾線索，最後發現第一任村長亦係呢個啞鈴洲嘅始創人盧靈嘅遺骸。阿達觸發盧靈手上木箱嘅裝置，除咗彈出2條蛇之外，阿達腳下亦有佢口中第5個提示嘅符號，仲跌咗落未知嘅空間。太麻盧天推測阿達應該被送到去地獄，我就借咗阿爺嘅黑白烏鴉袍，暫時借得盜靈者嘅能力，以黑烏鴉嘅姿態趕去地獄。到咗之後，我終於見到舅父、阿偉同埋阿達。點知人工智能 KDB Island 嘅一句說話：各位地獄靈魂，今日玄武大帝特赦。我喺東邊開咗一道傳送門，只要穿過嗰道門，就可以返回人間復活。或者你哋都可以選擇接受玄武童子希望之光嘅祝福，永遠離開呢個世界，返回玄武大帝嘅懷抱。一共有45個地獄靈魂，佢哋被分成2組，其中33個衝向圓形嘅傳送門，另外12個就去咗阿達嗰邊。佢哋跪喺度求阿達用希望之光消滅自己。經過一輪嘅打鬥，阿達用左手 D 嘅能力消滅咗傳送門，但可惜人工智能 KDB Island 滅1出3，開啟咗3道嘅傳送門，分別係靠左位置嘅傳送門由白烏鴉用羽毛守護住，同時有12位跪咗喺地下等待阿達希望之光嘅靈魂。靠右位置嘅傳送門就交由我同阿偉去守護。我嘅羽毛箭加上阿偉嘅玄武拳法，對付13個想衝翻去人間嘅靈魂。中間半空位置嘅傳送門就由太麻露天去守護。有4位靈魂被佢用鐵鏈鎖住，行動力受到限制。但另外嗰16位靈魂就用人層疊嘅方法，企圖搭高跳入傳送門。但係太麻用黑羽毛圍住阿達，令佢飛到半空，再用一支羽毛插穿佢左手，以控制羽毛嘅能力，當阿達係扯線公仔咁，控制佢左手飛到人層疊頂層靈魂塊面度。跟住，阿哥，你望下阿達嗰邊，有一道強光喺佢左手度發出嚟啊！阿達左手所發出嘅光芒，比之前喺生死中途島打破透明牆壁嘅更加強、更加大。激光由佢左手伸延到佢掂住嘅第1個靈魂，再擴散到所有接觸嘅15個靈魂。激光穿透呢16個地獄靈魂，每個靈魂被激光打中之後，化成灰塵之前，各自露出唔同嘅表情。有部分仇視阿達，有部分嚟唔切怒叫，有部分眼神變得空洞，好似目空一切；有部分苦笑，有部分反而露出最後嘅微笑。之前劇烈嘅激戰喺強光之後，整個地獄都變得沉寂。強烈光芒之後，16位靈魂全部化成閃爍嘅灰塵，漂浮喺半空之中，慢慢升上去地獄嘅高處。之後就消失咗喺我哋咁多人嘅視線之中，就好似從來冇出現過一樣。呢個就係阿達嘅能力。黑
烏阿盧天嘅心神放咗喺靈魂灰塵嗰度，一時之間忘記自己操控緊圍住阿達嘅黑羽毛。黑羽毛失去咗控制力，連同阿達一齊喺半空中跌咗落地面。而我就即刻跑去想扶翻起阿達，但係俾阿偉喝止。阿哥，我哋呢邊嘅地獄靈魂仲未解決噶，佢哋又開始衝過嚟啦。盧偉、盧六，我哋處理埋呢度就會過嚟，你要盡力守住到傳送門啊！知道。阿達，你冇事啊嘛？冇，我冇事啊。寇志啊，你覺得消失咗個靈魂會去咗邊呢？我自從死咗之後發生嘅事已經超越咗我知識嘅領域，所以我都唔清楚。解決晒所有地獄靈魂，揾到金敏或者人工智能就可以問過一清二楚。所以阿達，我哋仍然需要你嘅能力。俾翻條羽毛你。阿達，你要明白，我都係迫不得已先咁做。OK， 唔使再講，我會自己出手。我擰轉身，冇同黑烏鴉盧天多講任何一句說話。佢身為盧靈嘅長女，佢要保護呢個啞鈴洲，我明白嘅。我亦知道佢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得到平安呢個寶藏。縱使我唔想消滅任何一個靈魂，但喺呢個情況，我只可以服從同去協助佢哋。我行到去嗰4位被鐵鏈鎖住嘅靈魂，佢哋盡力掙扎，甚至企圖想起身逃走，不過都逃唔過黑烏鴉嘅羽毛。阿達，我用羽毛連成一條羽毛繩，將4個地獄靈魂捆綁埋一齊，咁你就可以一次過解決晒呢4個靈魂。我數3聲就會發出激光，到時你就收翻啲羽毛啦。我唔想傷害到你。多謝你。 3、2、1，咁多位，對唔住啊。咁我哋依家趕去右邊傳送門，幫盧六同盧偉。阿偉，因為傳送門嘅兩邊都可以翻到去啞鈴洲，所以我哋就一前一後護住傳送門嘅兩邊，對付呢13個圍住我哋嘅地獄靈魂。我好想回應阿哥，不過喺我面前呢7個地獄靈魂完全冇俾機會我開口，就輪流向我攻擊。如果我依家喺百草園，我就可以且戰且退，利用地形逐一同佢哋對打。不過我要喺平地守喺傳送門面前，半步都唔可以離開，所以我只可以見招拆招。好彩呢7個靈魂仲未有圍攻嘅默契，其中一個靈魂快步衝過嚟，我快步踏出，單手捉住佢前臂，再用另一隻手踭頂起佢，再令佢失平衡，跟住用腰部作為支點將佢拋翻出去。地獄靈魂嘅重量好似比在生嘅人輕，所以我可以拋得比較遠。其他6個靈魂見到咁嘅情況，就一齊衝過嚟攻擊。但我唔似阿哥，可以用羽毛箭做遠距離戰鬥，我只可以近身同佢哋肉搏。我盡力將我自己嘅集中力同埋反應提升到極點，但係就算對手生前唔係格鬥高手，我雙拳都難敵12對手腳啊！我慢慢俾佢哋逼到後退幾步，仲有幾步，我就會俾佢哋逼到入去傳送門啊！阿偉，頂多陣，泰麻同阿達好快就到。我眼尾望到阿哥，佢都好盡力用羽毛箭抵擋住地獄靈魂嘅攻擊，而佢放棄咗進攻，佢用半黑半白羽毛組成咗一個盾，擋住嗰6個靈魂嘅攻擊。佢同我一樣，都被逼到去好接近嗰個傳送門，但係就喺我分神去望阿哥情況嘅時候，俾我拋開嘅靈魂，佢喺遠距離助跑，佢再跳起，雙腳重重咁踢開我護喺胸前嘅雙手，我頓時失去咗重心。另一個靈魂再用膊頭一撞，我向後跌咗入去傳送門入面啊！阿偉！
呢個時候，泰麻嘅黑色羽毛戰趕到。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91回，地獄8，阿攝飾演阿達，鄧天樂飾演蘆葦，阿 O 飾演求志，小白飾演白烏鴉盧地 ，Kitty 飾演黑烏鴉盧天，斯芬飾演盧綠，Otter 飾演 K Area DB Island， 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